用盡全力跑啦！Oh yeah！ 小學徒，你哋非常特別，佢哋3個一定會幫你哋執行最後任務。準備好未啊？我哋跟過咁多 Jedi 大師訓練，係時候帶我哋班新朋友睇下 Jedi 嘅實力啦！只要齊心，就一定做得到。小學徒已經準備好，呢度有更加吸引嘅嘢，進行一場刺激嘅大冒險。我哋一定唔會錯過嘅。係時候測試下我呢件新作品究竟有幾犀利啦！我諗到辦法打低嗰班 Jedi啦！呢度等我哋嚟應付啦！各位坐穩，出發！小心啊！一齊參與最後嘅冒險。哦，真係好靚啊！一齊上。雖然情況唔理想，但係 Jedi 係永遠唔會放棄。你嘅表現令我感到驕傲。係時候玩下啦！冇諗過會係咁好玩噶喎！願你哋同在。絕地學徒大冒險，願你哋茁壯成長，前途光明。